大家好，唔知你有冇諗過，你嘅人生其實就好似你把口講出嚟咁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你成日講嘅嘢，正喺度創造緊現實嘅你。日日講得嘅，實有辦法，冇問題嘅人，佢哋嘅生活真係會越嚟越順。就算遇到困難，佢哋總係可以搞得掂，因為佢哋嘅說話充滿力量，整個宇宙都會回應佢哋嘅信念。但睇下嗰啲成日怨唔得，激死我，冇辦法嘅人，佢哋嘅挫折特別多，運氣仲越嚟越差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嘅說話正喺度吸引更多負能量過嚟，尤其係金錢。你有冇發現嗰啲日日嗌冇錢嘅人，真係成日都冇錢？關鍵唔係因為窮所以冇錢，而係因為成日話冇錢，所以越嚟越窮。你嘅說話就係你嘅命運，你把口就係你嘅風水。語言就好似飛機嘅自動導航系統，你撳咩指令，佢就會帶你去邊。如果你成日話我好攰，我唔得，我做唔到，你嘅人生就會向嗰邊行。但如果你開始講我得，我值得，我充滿能量，個宇宙就會同你開新嘅門。甚至你嘅健康都受你把口影響。成日話我身體差嘅人，真係會越嚟越弱；識得講我越嚟越健康嘅人，身體都會跟住好。你睇乜嘢、聽乜、講乜，就會成為乜嘢。你留意邊咩，就會吸引乜嘢。成功快樂嘅人，每一刻都留意緊自己講咩，因為佢哋知每個當下都喺度創造未來。所以而家開始練習只講好嘅說話。我好好運，我好健康，我好有錢，個世界太美好。遇到挑戰只講冇問題，實有辦法。不用懷疑，單純相信，然後去做。因為你把口講嘅人生，就係你正在創造嘅人生。由今日起，願你每一句話都為你吸引美好。記得啊，你嘅人生係由你話事。